是你。方才多谢阁下出手相救，只是你为什么一直跟着我们？谁跟着你们了？我只是不想欠你们人情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在河阳见过他。他是……我是谁不重要，你们只要记得我是救过你们的人就行了。当然了，不包括你。 那，姑娘，你怎么知道如何破解血液灵蛊？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就跑到这儿来，是来送死的吗？碧火天冰湖是炼血堂的总部，已经有1000年了。这一带管事的叫做年老大。阁下知道这么清楚，莫非你认识魔教的人？ 碧瑶，不要出来！我娘就是被他害死的。我已经找了他多年，四处打听，终于有了一点线索，所以才在河阳。 你是来报仇的？我是要让年老大死无葬身之地。
姑娘身手功法绝妙，是出自哪一派？关你什么事啊？连血液蛊虫都对付不了，我劝你们还是回去吧。再往前走，等于……按你们所说，这摆明是年老大所设的陷阱。他到底想要什么呢？只有一个可能，他想要的东西就在我们这些人身上。他不敢说那是什么，也许是一件对炼血堂至关重要的宝物。一旦被师尊知道，这宝物就会被销毁，他得不偿失。该不会是……是什么？没什么，反正先想办法进去再说吧。喂，看得出来吗？你知道？我不知道，不过我看得出来，她在风林里边用的那件法宝叫伤仙花。这个女子可是来头不小啊！你们看。怎么感觉绕来绕去都在兜圈子？怎么可能？你要相信我，我从小方向感就特别好。哎，你跟我走。这。走。我承认兵分两路是个好办法，可是我怎么觉得，他们那一队也太不靠谱了吧？他们俩真能把人质救出来吗？放心吧，这可是曾叔叔在陆师姐面前表现的好机会。哎，对了，那个信使可信吗？不信也得信呐。这个玉佩是通天峰的信物，每一脉只有一个，是无法伪造的。那也有可能，炼血堂会抓了那个人，拿这个玉佩骗你们进去呢。姑娘说的是，不过不入虎穴，
焉得虎子？你要是有所担心的话，现在回去还来得及。你们不去，我自己也得去。快走吧。